大家好，我哋係 Aiden 團隊。喺急救現場，黃金救援時間稍縱即逝。然而，統計提出，高達70% 嘅未受訓民眾面對緊急傷患嘅時候，會因為恐慌而無法執行正確嘅動作。即使受過基礎教育，複雜嘅花架在壓力下也難以記憶。目前嘅教學方式係教科書同埋平面影片，雖然資訊性好高，但係令人無從入手。所以我哋開發咗 Aiden 一套以 AI 同埋 IoT 為核心嘅智慧訓練生態系統，令到急救訓練終於活起來。所以我哋嘅名字係我哋初衷，希望能夠以 AI 融入急救教學。為咗確保教學嘅嚴謹性，我哋整合咗 IoT 傳感網絡同埋 AI 適應性演算法。傳統裝置容易受到環境光干擾，導致感測器誤判。我哋引入咗 AI 動態或直校準模型，能夠自動濾除環境雜訊，精準判定3個根嘅所在位置。我哋設計咗一個邏輯模組化架構，以頭出血和戴手掛為例，透過 IoT 點控制 LED 路徑引導，並透過感測器觸發閉環邏輯。更加重要嘅係，呢套通用嘅包紮路徑嘅判定框架有住極高嘅擴充性，可以無窮應用喺更多嘅急救傷情。透過 LED 路徑引導同埋感測器嘅閉環邏輯，學員可以同人偶建立紮實嘅肌肉記憶。喺軟體層面，我哋整合咗 Gemini AI 智能教練，Gemini負責深度分析學員嘅表現，生成客製化模擬情景以鍛鍊決策力，並提供操作誤區嘅即時診斷。我哋使用 Aiden 呢個親民嘅硬體，大幅降低咗專業訓練嘅成本。Aiden 將急救訓練提升到數據科學嘅層次，讓急救技術存在係專業人士嘅專利，而係每個人可以掌握嘅生命防線。多謝大家。